昆虫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生物族群，佢哋話萬乃都有，長長嘅身樣仲係會上眼你嘅目光哦。台灣昆蟲王國地位度嘅生物有千多，唔過呢，人哋啥冇乜了解佢哋呢？佢哋算係高等形容版嘅秘密生物，一下就向下出發，去前看到人哋身邊嘅昆蟲哦。昆蟲抗人情，底下鹹鹹嘅鹹水度有一隻細細嘅世界，就像係一個鬧熱嘅水晶王國。有一種情愛抗人情嘅蟲誒，就像係忍者強用，會看到環境中，你有看到佢麼？一個名誒就按到鳳陽花，鳳陽花佢會看到南奶度，加個形嘅老色水，就像跌到水度嘅葉誒，長存一支透氣管走出來。佢唔天空嘅時節，連水度嘅怪葉誒，細五誒，咪會本佢偏去，真厲害嘅抗人情功夫啊！唔單槍做得保護自家，還做得幫助佢落實咯。你哋看。這個前腳係唔係當中一堆動力嘅無臉，還有高高翹起來嘅尾，看起來就當中動米蟲。老人哋講一隻秘密咯，也幽幽長長嘅尾啊，其實係鳳陽花嘅透氣管，佢會伸出水面，夾來看就係呀。透氣管度啊，有千多幽幽嘅毛，佢哋話。做得老婆做得，老腦部嘅空氣將入來，個老身體地部度無愛嘅空氣透出去，真見動神氣呢。數腳看慢嘅怪鳥誒，根本啊就冇發現到鳳陽花的嘅。看到早一未到嘅鳳陽花，天天嘅行，準備去攻擊高路嘅獵物，一下就出嘅無臉。係鳳陽花輕強嘅武器，這個嘴啊，就像動力嘅雞毛管，一下就戳到怪鳥們嘅身體度哦。做後冷水入去，撈怪鳥們嘅肉，小發鐵，高撈怪鳥們嘅汁，絕落肚。夾來看。一條啊，生來當槍羅皮嘅東西，係鳳陽花嘅卵咯。鳳陽花前後啲圓圓嘅柳台空生卵咯。咁樣啊，長鋪出來嘅細鳳陽花就做得嚴實走到水度空哦。細鳳陽花長出世嘅時節，就有老野外強用嘅獵物、老透氣管打獵嘅能力啦，一時也唔會輸阿爸阿妹哦。一隻微妙嘅羊絨春，就變做細鳳陽花嘅第一春嘞。下禮拜有機會來到田順進橋，那係發現到一支一支伸出來嘅透氣管，是唔好嚇到佢哋呢？